屈地街貨物起貨區。每年同業堂都會組織成員到綠洲賀誕。成員正小心翼翼把花炮迎到船上。這次旅程還要帶備大量祭祀用品、食物和飲料。出海前，也會先化寶祈求行程平平安安。看見如此燦爛笑容，就知道這次旅程將會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賀誕經歷。今日大隻師傅也沒有舞獅，選擇在船上感受賀誕氣氛。燒完元寶，我們隨時出航。喂，冇攞人嘅，咪驚吹你啊！喂，唔開飛兩板得唔得？大家齊心合力掛上同業堂大橫額，大鑼大鼓出發去賀誕。喺度有，呢度有。唔係啊，呢度更唔到可能邊度？
在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，也有另一隊準備出發去綠洲。所有東西都已經搬到船上，拍大合照後就可以出發。在搖晃的船上，大家要細心地裝飾和攞切好花炮和供品。其他成員也在準備賀誕需要的供品。努力精神。同葉唐橫額下大合照。同葉唐橫額上小合照。開炮加開船。正式開船前往賀誕。大家齊齊上香，祝願一切平安。
船需要在海上轉多圈祭拜，然後才可出發。到達南丫島綠洲對出海面。準備安排花炮上小船到天后宮拜祭。小船出發去登岸。花炮接駁上小船，準備登岸賀誕。
牛狗，刀仔夠年資我唔夠年資我。我唔夠年資我。我喺後面撐住我。順利登陸綠洲。綠洲天后廟前已經非常熱鬧，等會我們也會多留一會拍攝現場情況。安放好同葉糖花炮或行身，大家誠心上香，祈求神明保佑。其他獅隊到同葉糖花炮前賀拜。
睇住，等陣，諗住點咩咧？等陣，嗰邊先係嘛？上香化寶，身體健康咯，先生，二先生都係3村16，4村28。仔唔好輸啦，過三關。喺嗰度啊。輸收，輸收。你企喺度影張相。係啊，身體健康。喂，佢入去先啊要。搞咩啊你？唔係啊，可以燒膠啊！哎，撒兩嘢嚟。好。再撒。
喂嚟啊喂！好埋啊嘛！係啊！呢個又呢個。慢慢啦，慢慢。好勁㗎嘛！企咁耐嚟㗎。剛才的醒獅在拜廟。大家準備好，開炮！
俾其他花炮會也陸續到場。同業堂大部分成員先回船上，準備等會的拜船和船 B 活動。
嚟啫，俾我嘅。你話喺度吹西蘭，屌你老！我西環都有啊，西環啊，睇馬嚟。咁得啊，轉出嚟啊！阿妹打阿妹，嚟啊嚟啊！啊，唔使怕醜喎。想問呢句，成張台爆埋。而家啲影相。其他花炮會賀元旦後，也陸續離開。
同兒唐舞獅。等會，同業堂和同兒堂將會在海上舉行拜船活動，歡迎大家觀看。
在大家歡樂開心的同時，記得入廟上香拜神。
同葉堂先回到船上，等同兒堂回來拜船。你今晚出街問啊？必然冇啦，大佬。下次佢都係咁，我做嘢先。話嘅都要搏出位嘅，你真係。同葉堂和同怡堂兩集船已經靠在一起。同葉堂先開餐，等同怡堂的成員到來拜船。唔係嗰邊，咁嘢聽住晒。兩條船的成員互相穿梭和祝賀，一起共進午餐和聚在一起。有碗啊，有碗，我俾你。我們來到同怡堂的船上，拍攝他們的花炮和慶祝情況。即係分開咗啦，分開咗。咩啊？你話老豬食咗你嚿肚腩？即係我話因為海鮮㗎。有種食，埋嚟埋嚟埋嚟睇，埋嚟緊。有種食，包咗啦，係啊，有啊，幾萬有。你好冇？你講得乾淨啦。我呢啲整啲油出嚟咪得啦。有冇啊？睇有冇下尾？拎下就下尾啊！有冇啊？有冇啊？
碧波綠水，兩條船在海中心，旗海飄揚。這個畫面，祝願天后娘娘保佑每年永續下去。同兒唐詩隊到同業塘船上舞獅，並參拜花炮，敬酒助賀。
來到大家分離的時候，小船船長先行離開，然後同怡堂也跟同業堂暫時分別。同怡堂先起錨離開，大船會在綠洲繞圈拜祭後離開，才會回到大角咀。
係，得，俾晒你。好隨後我們也起錨回程，當然也要繞圈進行水休，然後回到堅尼地城和上環。回程時也要收拾好物件，準備下年再次使用。我們在堅尼地城上岸，趕去朱大仙賀誕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下年再聚。